哈利路亞，感謝主，今下節家車車要聽呢個客家福音，我都係講到上帝嘅愛安排對節家隆重嘢啊！呢個愛啊，喺呢個詩篇記103第11節講到，但係了天地安歌，上帝嘅愛安排，了天地嘅。天格體恩人上帝嘅愛，或者上帝嘅愛十分大，對於要敬重上帝嘅人，嚟晒敬重上帝嘅人，要讚美上帝嘅人，哇！上帝嘅愛了天格體恩個分設計啊，因為乜嘅呢？喺要計嘅103密詩篇記103第12節樣講，東片กับ西片อันยันชิกา嘅錯，ชิกา嘅取，半句喺 L 人係 L 就係呀 ，L 就人就東片กับ西片อันยัน，而呢度上帝嘅愛見到提對之間人類，佢啊提到話，佢做出一個見證嚟啊，佢道理上帝下世間出世變人，按照耶穌基督時間深入人口。佢焚生，但係那個做咧呢？因為佢嘅愛是分體啊，東片กับ西片，東片西片อันยัน自家嘅取自家嘅錯，半嘅有人氣，因為佢嘅愛是分體，嚟沙相信佢沙都得到佢嘅恩典，得到永久嘅生命，嚟沙信任佢在罪裏的心中的相信。耶穌係自家嘅上帝，係自家嘅救主，自家得到永久嘅生命。因為佢嘅愛安排對自家隆重人類，嚟他相信佢實得福。我就係講兄弟姊妹啲，你啊身不忠在世間你行到，夢見知道自家生下，為本自家嘅木看人唔寫。很要譬如朋友家五十食家，譬如家嘅老人生係要都為五十，譬如要冇問題，我係講兄弟姊妹啲，在詩篇記133啊，上帝嘅寫，上帝嘅愛，了自家8寫，自家4份寫，佢寫佢做出獻出呢個人，佢寫佢分生都係佢嘅寫獻俾自家看，嚟他相信佢實得到上帝嘅恩典，我禱告隆重要聽呢個福音。你得到上帝嘅恩典，得到永久嘅生命，在耶穌基督嘅名，我感恩，我禱告，哈利路亞，阿門。